同款意外消息，彰化线西有工厂的脱水槽后气规个海出来，害一个工人克服结着，当场被喘开。目前这案事已经下令停工，依照这案法处罚。工厂的头家嘛有刑事责任。救护车开入去厂区内底了后，工厂人员赶紧指出方向，也若伤者伤势严重，无性命迹象，救援人员紧急处置了后，赶紧该送去病院。经评估无意识、无呼吸、无脉搏，还给予 CPR 加 AED 及肠背板固定，紧急送往彰滨哮喘实施急救。不过来的时候，他明显气管已经移位变形，那胸廓左上肢跟左下肢都明显变形骨折。那当下在急诊研判已经明显死亡了。赶紧进行救治了后，伤者是宣告死亡。意外是发生伫2日下晡，地点伫个彰化线西一间环保清洁工厂。当时现场的工人正伫个做这个物料的脱水作业，严过响一声真大声，现场的工人互发现倒伫个脱水机边啊，也那机器甲机组这时阵已经脱开了。因为他是站在设备旁边这样子，对啊，但是坦白讲，现在长官也还在鉴定，我们也不知道什么不完全清楚。也那这案事也介入调查，27去现场来勘查，初步判断问题出伫个固定脱水槽的结构，无维护生鲜后期，造成作业时离心力，和脱水槽长期生锈出来。那基座里面有三只脚柱啦，那其中有一个它已经有裂了，里面都已经锈掉了。那你如果一个断掉之后，这个剩下2只就没有办法承受那个力量。就一起就整个三只都全部断掉，没有办法防止它这个有一个灰落的一些设施啦，也没有做好自动检查。这案事故除了对这间工厂下令停工，也要依照违反执案法开3万到30万不等的罚款。也若头家因为无提供劳工安全的工作环境，也要负这个刑事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